现在在浪向你新闻要背出个主持人杨斌摆上我，才对我讲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儿子的这个幼儿园啊，真不错。哎，来来绿绿很流来，是啥意思啊？杨斌南京人呀，那有辰光分不清爽的。其实你讲的是男男女女吃女闹，来来绿绿很流来。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，就是国际母语日。人类在世界上向开口好的第一句母语啊，基本上就是方言。讲起来你是这个说句闲话了，其实蛮好的。我的方言呢，可以按照一种方式来学。那比方说，有一种人叫石骨头，有一种形状叫跌零滚油，有一种态度叫西洋挂起，有一种表演叫顶对了，有一种虚伪叫高知高眼，有一种坚持叫死磕门经，有一种腔调叫出气，不人讲好就吃三碗，有一种反应叫那么画饼，像山头块的一样，不光个山头，一般人还啥青头比我深。哎，那非弄我三句啊！不过说句闲话当中呢，还有不少闲话呢，容易让人家产生误会。来，比方说个荤色肉，十个萝卜，肉哎对，我想说听见这个种臭的像个词的啊，不是臭啊，不是我做闲话，个实质浪向这个两个是个意思呢相当普通。荤色肉就是红衣男女还吃大包，十根萝卜，比如闲话多分不清爽。那刚刚开始学手最闲话的外地朋友也注意这个两个肉。特别是文路的路，绝对是文明健康，那尽管讲孩子啊。说分明实质上一般谁晓得的？对，为譬方讲呢，甚至要本来意思蛮简单，谁是形容一个人在老向让男子清爽腰里向糊涂，结果这个腰糊，但男人用个腰物呢动音，后来手法变成讲经常一句骂人的闲话，啥个腰物，你懂的啦？我不懂啊。装。根据统计呢，现在60%以上的民族语言啊，基本上想不了30字。现在回来来讲，再讲他个50年，会在路上向一句说句话听不见的。不会。记得你书本来找回来，是吧？对，受人方言就是你的任务，朋友们放心。那我们那不中的出来不是三伢子雷锋，我讲伢子我也今日指士兵来抓。跟我没戏唱是吧？当然，有一种坚持叫死磕门经，有一种腔调叫出气，不人讲好就吃三碗，有一种反应叫那么画饼，像山头块的一样，不光个山头，一般人还啥青头比我深。哎，那非弄我三句啊！不过说句闲话当中呢，还有不少闲话呢，容易让人家产生误会。来，譬方说个荤色肉，十个萝卜，肉哎对，我想说听见这个种臭的像个词的啊，不是臭啊，不是我做闲话，个实质浪向这个两个是个意思呢相当普通。荤色肉就是红衣男女还吃大包。10根萝卜，比如闲话多分不清爽。那刚刚现在在浪向你新闻要背出个主持人杨斌摆上我，才对我讲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儿子的这个幼儿园啊，真不错。哎，来来绿绿很流来，是啥意思啊？杨斌南京人呀，那有辰光分不清爽的。其实你讲的是男男女女吃女闹，来来绿绿很流来。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，就是国际母语日。人类在世界上向开口学的第一句母语啊，基本上就是方言。讲起来你是这个说句闲话了，其实蛮好的。我的朋友呢，可以按照一种方式来学。那譬方说，有一种人叫石骨头，有一种形状叫跌零滚油，有一种态度叫西洋挂起，有一种表演叫顶对了。有一种虚伪，就高知开始学手最闲话的外地朋友也注意这个两个路。
特别是文路的路，绝对是文明健康的政府讲孩子。说证明实质上一般谁晓得的？对，为譬方讲呢，甚至要本来意思蛮简单，谁是形容一个人在老向让男子清爽腰里向后头，结果为个腰后，但男人用个腰啥个腰，你懂个啦？我不懂啊。装。根据统计呢，现在60%以上的民族语言基本上想不了30字。现在回来来讲，再讲他个50年，会在路上向一句手指话听不见着。不会。记得你书本来找回来，是吧？对，受人发言就是你的任务。朋友们放心，那我们那不懂得出来不是三牙子雷锋，我讲牙子我也今日只书本来找。这个我没戏唱是吧？当然，有一种今日叫四口门经，有一种强调叫出气。不人家好就吃三碗，实质上向这个两个词个意思呢相当普通。婚色路就是后一路女孩才打包，十根路不，别是闲话多，分不清爽。那刚刚开始学手指话的外地朋友也注意这个两个路，特别是文路的路，绝对是文明健康的政府讲孩子。说证明实质上一般谁晓得的？对，为譬方讲呢，甚至要本来意思蛮简单，谁是形容一个人在老向让男子清爽腰里向后头，结果为个腰后，但男人用个腰呢动音，后来手法，变成讲经常一句骂人的闲话。现在在老向你新闻要摆出个主持人杨斌摆上我，才对我讲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儿子的这个幼儿园啊，真不错。来来绿绿喝牛奶，是啥意思啊？也比南京人呀，男了有辰光分不清爽的。其实你讲的啥，男女吃牛奶，来来绿绿喝牛奶。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，叫啥？国际母语日。人类在世界上向开口学的第一句母语啊，基本上就是方言。讲起来你是这个说句话了。其实蛮好学的，外地朋友呢可以按照一种方式来学。那比方说，有一种人叫石骨头，有一种人上叫跌零滚油，有一种反应叫那么画饼，像三头块的一样，不光个线路，一般人喊啥，青头比我深。那反正我三句啊。不过说句闲话当中呢，还有不少闲话呢。容易让人家产生误会。来譬方说个婚色路，十个路不，路对，我想说听见这个种错的像个词啊，不是错啊，不是我做话，个实质上向这个两个词个意思呢相当普通。婚色路就是后一路女孩才打包，十个路不，别是闲话多，分不清爽。那刚刚现在在浪向你有一种态度叫西洋挂起，有一种表演叫顶对了，有一种虚伪叫高级高矮，有一种今日叫四口门经，有一种强调叫出气，不人家好就吃三碗，有一种反应叫那么画饼，像三头块的一样，不光个线路，一般人喊啥？青头比我深。那反正我三句啊。不过说句闲话当中呢，还有不少闲话呢，容易让人家产生误会。来譬方说个婚色路，十个路不，路对，我想说听见这个种错的像个词啊。不是错啊，不是我做话，